23，大家好。首先咧喺度恭喜晒阿姜喺上年12月嘅時候出咗佢嘅首張個人專輯《Composition》，仲有完成咗 Canto Love Live 2025演唱會，反應咁烈烈，一開心梗係唔好俾佢停啦！事隔2個月，再次可以同姜糖見面啦，大家係咪好期待啊？咁就事不宜遲，立即邀請今日嘅主角姜糖。燒成一團火紅的岩漿 ，burn， 苦澀的膨脹。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生，慢慢地靜待地震，正常後我的心快速滾。12月份你要高溫，就別怪我兇狠。只放心一出聲與聲越噴 ，Can you see my heart is getting cold？Come on, let the fire take control. The blessing of fire in the show.
見你哋呢幾日前排隊咁樣真係，唉，下次唔使咁辛苦啊！路過咁樣見到就過嚟支持下得㗎，真係唔辛苦，辛苦曬，辛苦曬。唔辛苦啊，辛苦晒你跳得咁犀利，俾大家一個咁熱烈嘅開場。而家我哋喺中間俾大家影張相，影個靚嘅相打個招呼先，話晒都係初12啊，咪先？好，望咗中間先。OK， 跟住就係左邊，你嘅左邊，你嘅左邊。呢度。係啦，你嘅左邊。好，跟住就係你嘅右邊，你嘅右邊。係啦。OK。嗱，今日係 Composition 簽唱會啊嘛，梗係要攞埋你嘅首張個人專輯 Composition 上嚟先啦。好，攞住 CD 又俾大家影張相先。好，中間先。啊，喂。OK， 你做翻個 backdrop 嗰個會唔會好啲啊？係啦。OK， 望中間嗰個，係啦，中間。OK， 好，後面係啦，後面仲有 OK。好啦，同你傾下偈先，我可以幫你攞住成傾偈嘅時候可以攞。係啦。嗱咁樣嘅，即係出咗個人專輯，可唔可以講下 composition 嘅概念咧？即係呢個係隻碟嘅概念。呢隻碟嘅概念。係啊，係啊，隻碟就有兩個封面啦，係啊，其實第一個封面就大家 backdrop 見到係咯，就係一個好多其實我哋想好似一個好似一個世外圖嘅感覺嘅，係因為似唔似係有啲花咁樣。我哋覺得呢個碟入邊有好多我自己嘅故事。其實你仔細睇嗰個順序嘅話，都係有特登去安排過嗰個順序，係都代表住我想嘗試好多唔同嘅曲風俾大家睇下咁樣。咁所以就有好多唔同嘅花喺度咁樣，係我都係揀講咁樣。係啊，第二個方面咧就其實冇乜特別嘅，純粹覺得呢張相幾靚，我就擺咗。大家比較想見到我有啲唔同嘅髮型啊，或者話有啲唔同嘅咁樣就係揀咗呢一張。即係呢，因為兩個封面個感覺都好唔同嘅，即係世外桃源，同埋係一個都幾 dark 嘅感覺，即係咪內心啲嘅你咧？同埋今次呢個 album 特登用咗圓形呢一個係咯呢一個方式去做，就係因為都貼合翻我哋本身嘅 concept 嘅一啲好多嘢，係即係人生覺得好似一個圓咁樣，不停喺度循環，係，所以希望帶到一啲呢啲嘅陰陽方面嘅嘢俾大家。係，你講開圓咧，我一定要提一提啦，即係 Composition 專輯裏面講到，就好似有熔岩嘅熱情、霜雪嘅靜止，同埋迷霧嘅迷惘，逐層交疊，就好似一個生態球咁樣。好圓嘅。哇！多謝你，我完全記得晒呢一段。唔係，即係你講㗎嘛呢單嘢。咁但係你應該消化咗好多嘅概念，好多感受㗎嘛。係冇錯，係生態球冇錯。係啊，生態球。咁但係你呢個有冇話係有一啲自己嘅感想去引發到好想有一個生態球嘅概念咧？冇啊！當初都係同製作人一齊傾起咯，因為佢覺得即係我好多音樂好多嘢，其實都真係好似一個生態圈咁樣，即係一環輪住一環，係啊，每一環都係互相呼應，係就好似一啲地球上嘅一啲生態，可能少咗某邊一 part 都唔成立咯。咁啊，真係要買翻去擺喺屋企，慢慢欣賞個生態先得啦，個循環。咁如果要你喺專輯度揀一隻歌，而家呢個 moment 介紹俾大家推介一下，你會揀邊首歌咧？揀邊首？好多人中意你要倔強呢首歌啊嘛，好多謝大家嘅，因為仔細啲聽嘅話，你要倔強呢首歌其實因為我都知道好耐之前我出咗首歌叫《孤獨病》，咁其實呢首歌嘅 intro 咧係呼應孤獨病嘅嗰個 intro，即係都係一個
唔知大家會唔會留意到？你講完即刻留意嘅。所以都係因為有時搭的士或者出街見到一啲唔識嘅人，跟住佢哋原來會聽過《孤獨病》呢首歌，我覺得原來呢一首關於情緒方面嘅一啲歌係真係可以令到大家開心好多，所以就覺得要出多一首類似咁樣嘅歌去再話俾大家聽，我哋要點樣去自強。咁相信聽完之後，大家都會好倔強啦。咁啊，倔強之餘咁 strong 都要聽下未來有冇啲咩計劃，即係可以透露下嘅咧，即係或者活動籌備緊嘅。講得嗰啲啊，講得嗰啲咪 tour 有巡迴係，咁啊希望今次嘅巡迴可以好順利啦嚇，我哋亦都好努力咁樣去排練緊我哋巡迴嘅好多內容，亦都會盡量俾多啲唔同嘅內容俾唔同嘅觀眾啊，所以近排係籌備緊呢樣嘢。如果將一對夜原地躍起，逃得出這個我，世上亦無是悲。求救吧，觀眾眼神為兇手打氣，無法自救是你不爭氣，原本可開朗地成為自己，殘忍的世人卻要讓你自卑。若果你未能奮起，給他勝利，亦稱你價值由你愛起，先吸收這世上負能量，然後變強。當一個善良人，有時純屬取向，小陰影可我化成殘障，自愛的永遠醫好創傷。這扭曲的宇宙為全部，誰有正常都不見得心要狠，如我那樣這宗教嗎？無人可幫你，你要倔強。不只講霸道，如何是好？無影的血痕要歲月去修補，或者愛你強大到空手抗暴，請相信係善能變好，先吸收這世上負能量，然後變強。當一個善良人，有時純屬取向，小陰影可我化成殘障，自愛的能永遠醫好創傷。這扭曲的宇宙為全沒，誰有正常都不見得心要狠，如我那樣想呼救嗎？無人可幫你，你要倔強。有意仍回想活着為何善良，人若是被凌辱過，如何有見諒？但你我要是似他，暴行亦同樣難截斷邪惡的影響。即使不想徵用負能量，柔弱變強，都不要為旁人自強凌弱轉向。他怎麼欺壓你，凌遲你，自愛的人永遠找到那出手方向。前望是窮學，抬望太陽，晝中再黑，不嫌黑，人性本漂亮，這般有嗎？無望這個我與你合唱。唔記得歌詞，希望大家聽完呢首歌會照顧好自己嘅情緒啦，我哋都倔強啲。你注意呢啲燈頭，你注意啦。
婆咁啊！係喎。咁犀利嘅。希望大家新嘅一年都開開心心咯，係咯，我都會將自己生活嘅一啲學習到嘅嘢都盡量喺自己嘅作品入邊同大家分享，跟住大家每一年都一齊進步，一齊成長，係希望大家照顧自己身體啊，新嘅一年身體最重要 ，OK？ 你哋成日都話你哋自己先係最緊要嘅，講真，所以照顧好你哋自己啊，係咯。咁啊，祝大家身體健康。好，喺度同大家講啊，祝大家身體健康。跟住咧，你何伯芬打波好勁啊，大家多啲睇打波。喺呢邊同大家講拜拜啦。好嘅，拜拜。